唔好再亂咁脫毛啦！話說我之前自己亂咁脫毛，搞到啲皮膚又痕又腫，睇圖。經過我7749日嘅研究，終於俾我揾到呢部 Ulite 嘅藍寶石冰點脫毛儀。Ulite 同現代光療之父合作研發，將專業醫美機構採用嘅 LPL 強脈衝光技術，安全融入家用機度，做到真正嘅醫美同源。平時用嘅家用脫毛機之所以會感覺到辣親嘅感覺，係因為佢哋用60至70度嘅激光高溫破壞你嘅毛囊。但係 Ulite 首創藍寶石冰點技術，喺出光位嵌入咗一塊藍寶石，直接貼住你嘅皮膚，將溫度控制喺18度以下，形成一層冰嘅保護層，幫你即時降溫。佢仲有4大模式，滿足每個部位嘅需求。輕柔模式針對面部同埋唇毛呢啲敏感部位，身體模式就適合手臂、大髀呢啲大面積嘅部位。強效模式就針對粗眼嘅毛囊。獨家嘅 SHR 超頻模式就係專針對腋下同埋比堅尼呢啲難處理嘅部位。比堅尼呢個唔播得，俾大家睇下我嘅 before and after， 我真係超級多毛怪咯！1000幾蚊嘅價錢就可以有齊脫毛機、護目鏡同埋剃毛刀。未買情人節禮物嘅男朋友們識做啦，即刻輸入我嘅優惠碼 ULITEFEFS， 即刻可以減500蚊。咁貼心嘅禮物，保證你女朋友一定中意。喺到最後都祝大家情人節快樂！